政府破發現金1萬塊，是領到4月底。到3月中，大約有63萬人也未領，要若也未領，愛說你賣哄騙去。都有詐騙集團利用破發現金，假做公務員講騙，受害者379萬，哄拐過手。啦啦隊的開場表演，甲球場氣氛攏差小熱起來。這場比賽，警政署長也在場。3、2、1，開球！大力甲球一個掀起，為球賽掀開序幕。警政署長張榮興將做開場嘉賓出現，也宣導反詐騙。球賽的這個過程當中是一個競賽，那我們打擊詐欺也是一個競賽。那利用這個場合，就是有很多年輕朋友來這邊觀賞球賽，也了解到詐欺的這個趨勢。我們在普發現金之前就有在做這一方面的預防的一個宣導，那我們會持續在做打擊。詐騙一直有新的方式，愛特別細膩，特別有護理師記到假做郵局人員打電話給伊，講有人摕伊的證件來領破發現金1萬，就驚錢互冒領去。結果隨聽對方指示，互引導到假檢警加來實行報案，佇個電腦頭前來出示個人的資料，尾暗若摕這個厝去增加貸款，閣互詐騙集團騙379萬。為什麼詐騙集團要叫他們出示這些證件呢？因為詐騙集團就錄下了這一些，無論是地址啊，還是身份證字號，他們轉頭就去製造假的居票，或者是假的這些收捕文書。假的檢察官就會用一個詐騙話術說，政府要來監管你的賬戶。假檢警的舊部數意外互人騙去，警方分析詐騙集團想準被害人驚嚇的心理，只是破發現金領取期限佇4月底才截止。統計到3月中，有大約63萬人也未領。縣書局提醒，萬一若是拄到這類詐欺，要注意監管口子這個詐騙的話。若是要做口徑筆錄，用線上也是語音來進行，就要想到是不是拄到詐騙咯。記者綜合報道。